咱要三个来看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20节，甲以弗所书第2章14节到16节。圣经的部分咱拢读华语吼，让大家比较能够听得懂。但是我们讲到中间，大部分用台语让大家学习哈。就在台湾的地方，对台湾的语言，我们希望能够认识。创世纪第3章第1节到第20节，没有带圣经的话就用听的。第3章第1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2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裸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裸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畜生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后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我们再看新约的部分，新约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4节到第16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4节到第16节。第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以上，咱同心来祈祷。听堂主，阮感谢伫周末的时，阮有福气要来敬拜你。伫这时阵，阮来三个要对你会务中间来学习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要安怎来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伊的秘诀到底是倒？伊的即个根源到底是啥物？因为阮常常甲人的人际关系袂当真好势，阮意来要甲人和睦，因为你讲，甲人互人和睦的人是你会惊你，主你来帮助阮，你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你爱阮来学习的。愿咱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大家平安。到即阵佫台语一句都袂晓听，有啥物人？我讲这个，你不会听就不会知道了。到现在不知道台语一句话都还不会听的有谁呢？有没有？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啊，大家都听得懂哦。哎，能够听懂一半的，只能够听懂一半的，请举手。刚才一半两听有。好，那我刚好讲你听得懂的那一半嘛。好，咱每个月拢有一摆台语礼拜，因为其实语言的东西吼，你若学愈侪，对你是愈有利吼。而且咱伫台湾的所在，毋茫咱买当学习啊，用台语来学习吼。今仔我要，咱是福音主日吼，所谓福音主日就是咱有讲一寡较基本的一个比较基本的福音吼，让我们事先就已经邀请讲，请你们带你们的朋友来，让他对福音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吼。所以忙也当透过福音主日去接触着福音吼。下面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吼，能够咱忙当甲这个好消息甲伊讲吼。今仔咱要讲的是这个人际关系吼，人际关系，你看那边成为人际高手。有好几个高手，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要成为关系上的高手角色等等这样。那些问一个问题吼，你感觉人会当成功是安怎？是因为有真悬的 IQ， 还是真悬的 EQ？IQ 就是智商吼，智慧商数吼 ，EQ 就是情绪的商数嘛。就是讲 IQ， 人讲啊，你 IQ 偌济？啊，你讲啊，迄个天才 IQ 都是180还是多少？生来是，生来是伊就真聪明。你问迄个安尼当越级读册遐人，差不多 IQ 拢真悬，该是讲伊真有智慧。但是呢，另外一个后来人佫发现讲，只有智慧，但是伊情绪管理呢，无一定真好是嘛袂当啊。所以佫一个来管伊的情绪，伊情绪会当管理佫较好势的 EQ 愈悬。到底 IQ 悬的人，甲 EQ 悬的人，倒一人较有成就？在这个商场上，他的成就比较大呢？这个结论我想大家拢已经真知影，应该是 EQ 悬的人哦。为什么 EQ 悬？因为 EQ 悬的人，伊原来伊人际关系就好，伊袂随便伫迄个所在来受气，袂随便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别人问题，就真容易就夹起来，夹起来以后，你甲人就无办法沟通起来。所以发现讲，人甲人中间要有一个真好的这种人际关系呢，就是要有好的，要有这个高的 EQ 伫咧。啊，你若要伫咱社会中间要成功呢，你当然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哦。咱定来就咧讲啊呐，有关系就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就有关系，拢感觉迄规律尔，都倒变换咧尔。但是有没有它的真理？真的是有真理。你若有关系的，怎样？咱这会使讲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你若无啊，若变得倒变，小事变啊，就变用大事来办呢，感觉。所以人际关系呢非常重要哦。咱变啊，伫人际关系，咱毋忙会当更较好。但是人际关系呢，包括讲咱甲咱家己，还是咱甲厝边的人，咱甲咱所长着的人，包括咱的同学、咱的朋友、咱的厝边，还是职场上。即你和你无关系，但是伊是你的人客，还是你的即个买主还是卖主，拢共款。即关系拢有算哦，所以你需要真好甲伊沟通。咱以前捌学过同理心哦，同理心嘛是一种沟通的一种方法哦。安尼要来建立一个人甲人有一个真好的一人际关系伫咧哦。咱要拢总要用5个主日吼，内底有即个拢讲着福音主日吼，就是人际关系呢有即几个啊，你爱去学习。以后你就变做一个高手，你人际关系你就做得较好吼。包括头前咱讲今仔日要讲关系吼，事业上有一个角色，然后6月有一个尊重，然后肯定跟这个
最后是饶恕哦。我们要为圣经中间哦，从圣经中间来看，认识圣经跟神的心意哦，会提升咱个人际关系的能力哦。所以你若感觉讲，咱所相信是好消息是，你毋茫你会当带你的朋友来吼，哦，会当趁这机会来认识耶稣吼，会当来领受到这个救恩吼。咱今仔看这个圣经的故事内底是咧写的创世纪吼，所以创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安怎形成的？开始伫遐讲着上帝这样子创造的，咱无读遐尼济，咱读的部分是已经上帝已经创造人好啊，创造亚当甲夏娃，嘛开始伫即个伊甸园开始咧生活，伫遐所发生的一项代志。上帝安怎做人？上帝用即个伊的土粉伫遐做人，做一个查甫叫做亚当。伊感觉讲，家一个人一个人独居不好。上帝创造什么事情最好一句话讲下，他看为甚好。所以上帝创造的物件，拢是看到好，唯一一件不好的一项，那人独居不好。不是说上帝创造亚当不好，亚当也是好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上帝就用他的肋骨怎样，又去做了一个女人，就是夏娃。然后上帝觉得这样事情就非常的完美啊！上帝安怎来做人？伊讲啊，伊用伊的形象、甲伊的样式来造人。所以上帝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嘴巴、两个耳朵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咱讲神是灵，只能用心灵跟诚实这样敬拜他。灵的东西有这个个体无？灵无个体啊。所以上帝是灵的时候，不是讲上帝的不是说上帝用他的形象跟样式造，就是造我们像那样。上帝是跟我们一样，不是。也意思用啊，上帝用他的性情跟我们要我们跟他一样，为着咱要跟人建立关系。上帝没有造其他的动物，造其他的无一个是讲特别讲，以造伊的形象来造，因为上帝不需要这些动物跟他有这些关系在，他是为了要建立跟人有益于其他万物的这个关系的了。为什么？因为伊要需要伊来管理全地哦。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的走兽哦，要与万物建立和谐共荣的关系。上帝要借着人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一个人中间他会当沟通啊。咱甲动物敢有办法沟通？那可能真难沟通。有个人饲一种狗，啊叫伊讲，甲训练啊几啊年了后，是叫伊安怎伊就会安怎。我听咱教会一只狗，敢是讲叫伊祈祷伊安那。好像在祷告一样，甲用枪甲扁一伊安啦，你就假死安尼吼。那是训练经过几啊年以后训练了，但是你还没无办法沟通。伊知影你的意思啦，伊若安怎你也无办法知，你讲当甲伊真久了后，你渐渐熟悉伊。但是人甲上帝中间，伊是硬望咱会当辨别伊，伊会当辨别咱。所以咱有真侪即个，伊爱创造咱是着爱甲伊的形象共款，伊要借着咱会当管理即个。人对咧吼，伊若安尼是，咱个人甲人若要建立关系的时，咱通常弄一个规则咧。像讲你伫学校内底有校规，家里大概有家规，你去军中的时候，军中有很多的规矩，你有根据这个规矩，大家才袂乱，然后才能够有真好。咱伫教会中间，咱有真侪规定伫咧。人甲上帝中间若要建立一亲密关系，伊就定一个安那规范，但是伊无写足侪条。咱校的校规规定写足侪条，上帝敢若写一条尔。讲呐，你逐项拢总会使。伊甸园内底物件，啥物物件你拢会使食，敢若唯一一个袂使食善恶果。迄条树仔顶头即个果子你袂使食，敢若一条尔。咱想看安尼啥物足简单嘞？你敢若一条无，其他拢会使啊。所以理论上，即个关系应该是真好。你若伫即个，你若咱照即个规范来类型啊。你跟神的建立一个真亲密和谐的这个关系点，相信人跟人之间也就是这样。因为你若无破坏这个亲密性，亚当跟夏娃本来就是很和谐的啊。但是今仔的圣经中间，咱可惜咱看到这个关系已经被破坏了。这个关系的破坏原因因为亚当，因为夏娃受到这个蛇的这个诱惑，去上帝讲唔通食迄个善恶果，爱去食。因为蛇讲袂啦，食了袂死啦，
上帝是惊讲你食了亲像伊遐尼聪明，因为是善恶果嘛，食了会让你明白好跟坏啊，所以神怕你跟他一样的聪明，哇，这个人就受到诱惑，人就希望跟会当跟上帝共款遐尼啊长命。各看台对圣经讲呢，又看那个果子，哇，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所以就底下受到诱惑。受到诱惑，伊就开始食，伊变做较无相信上帝话，上帝叫伊唔通啊，但是连做去听，伊才抓，连做去听这个撒旦，所以悖逆的神哦，食了迄个神一命令他不可吃的这个果子哦，人既然破坏了神的规定，原来的规范已经破坏了。就讲你伫学校内底，校规甲你写讲袂使安怎袂使，你去破坏掉这个校规，你就安怎？你用记过。你去用处罚，老师会甲你处罚，还是校会甲你有共款。人伊嘛是共款，伊食了这时，所以看到讲，听到讲即个上帝来以后呐，伊就紧避起来。上帝讲你伫倒位？伊讲我已经是我脱捌体，我无穿衫，所以我爱避起来。所以想到你一定是食了迄个善恶果，所以看起开始安怎？因家己感觉家己是他妈的，就去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伫个所在把自己遮起来，做裙子、做衫，那个遮家己的那个样子就那样。本来咱坦然，即嘛变做无，开始人跟人的关系底下开始破坏掉，有疏离，有这个隔绝伫个。上帝甲人的甲上帝关系嘛是共款，他害怕。以前甲上帝是面对面的啊。因为要管理这所在嘛，你会记你所有万物取名是向好名的，是亚当好名的。上帝将这个万物拢带到一个亚当的面前，互伊伫遐来好名。哦，这只叫做狮，迄只叫做霸，迄只叫做啥物？安尼伊咧好记的。所以上帝甲人的关系有好，非常好啊。但是即阵伊食了这三个果来，听见上帝的声以后呐，伊闭起来，伊讲伊会惊。咱看起上帝甲人的这个关系已经破坏掉，人开始伫遐躲避上帝的面吼，所以咱看起这个亲密的关系已经伫遐来受到破坏吼。那上帝甲人中间破坏，人甲人中间嘛开始破坏。上帝问讲：啊，你来食这个？你做了什么事啊？啊，就你甲我做迄个，你互我迄个查某人啦。上帝问：啊，你哪来做这？啊，就迄只蛇啦。咱看伊呀，开始一直怪罪，彼此怪罪，都是别人，开始推诿，开始攻击。你有感觉这个足熟悉的无？咱即个社会呢，啥物代志发生拢拢是别人，拢是啥，我拢无代志。咱常常就开始找一寡理由者，人甲人的关系呐，开始伫迄个所在无好起来，已经隔绝起来了。安尼结果，上帝呢，甲伊审判的时候。你再从第14节开始，做一寡审判呢，来到一句话讲呢：妻子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然管辖妻子。咱看伊夫妻中间的关系，为没有羞耻，两个彼此安尼吞巴铁拢无羞耻，必这开始有恋慕。恋慕是真好对无？但是恋慕原文的意思，底下讲，你所有的期待都是依靠在你的先生上。跟他无自我一样，你一定爱挖靠着伊，你无办法伫遐平等啊。本来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亚当甲小是平等的，因为上帝讲啊，做夏娃是要加做伊的配偶。配偶原文的意思是啥？是他的帮助者，不是奴隶呢。上帝不是创造一个女人给男人当奴隶呢？这个洗衣机啦、煮饭机啦、什么吸尘器啦，什么不是啦。女人绝对不许，女人是跟你同等的呀，以彼此的帮助者。咱真侪人一个错误的观念，讲啊，伊就是安那，带一个某，敢若带这所有的电子用品拢来啊，共款吼，这是错误的。因为神创造的是安那，成为他的帮助者。所以本来两个是平等的，但是这样代志发生了时，上帝伫遐讲呢，妻子必恋慕丈夫。原文的意思是遐讲。Your desire should be for your husband。donc 你的迄种期待，你一寡需要需求，拢是为着先生安尼来定。
所以你拢一直变做讲你的依附在你的先生的啊，佮说你讲啊，丈夫必管辖妻子，所以两个开始没有对等啊。每次刚刚讲先生一厝呢搁较大，然后妻子只不过是附属品啊，对啊。一个关系，两个之间的亲密关系呢，已经已经被破坏掉了。人跟自然界关系是嘛是赶快受到破坏。人跟自然界环境甲人跟职场关系嘛拢破坏掉，因为底下讲地必长出荆棘，荆棘该的棘藜，人要终身劳苦，要汗流满面，才当有糊口。就是你爱。这个图无遐尼简单，你免种植，伊就开始大起无，你就爱开始爱犁田，捡这个石头，捡掉以后，就爱压水，就爱抬咧，这土才变做好土。你种了物件，伊再当生出来，你终身劳苦，你要汗流满面，再当得到食。咱过去人甲人的关系，人甲自然的关系，已经伫迄个所在破坏。为什么受破坏？你去回想倒转去，上帝讲这个代志是为着一项代志尔，迄项代志是啥物？伊食了啥？善恶果，而这善恶果背后代表怎样？你已经不守我们的规范。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一个真和谐，就是因为你大家都守同样的规范、同样的规矩。在学校内底，大家拢相安无事，因为我们都守校规嘛。开始有人买无啊，开始欺负人。霸凌，现在物件起来是你开始看伊关系无好啊。当你若讲这关系无好时，啥物代志拢一直发生出来。人甲上帝关系，上帝敢若定一条尔，你毋通食迄个善恶果，但是无拍算，人去食了以后，这个规范被破坏掉时，人跟人、人跟神，还有人跟自然的底下破坏掉，人际关系的毁坏疏离、扭曲呢、隔绝呢，根本不对，就是倒转到烦恼。你破坏甲神的关系，神叫你讲安尼，袂使安尼，但是你去做以后，就变做安尼。但是神无因为安尼就放弃了人，所以神来找伊的时你在哪里？神伊比起来，亚当甲夏娃比起来，神怎样？怎样不知？神若不在，伊就不是神啊嘛，对不？伊就怎样？伊那要讲你在哪里？他是给人一个机会。神你必须对上帝，那你在上帝当你嘛知影，但是他用怎样？你在哪里？神一直在呼唤着人。哪年个知影讲伊底下开始讲伊赤身露体，神亲自为亚当跟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你想看嘛？上帝要做皮衫回像我迄第一领皮衫。创世纪的第一领皮衫，上帝做的哦。这个皮衫已经爱抬起啥？一定要抬起动物的，神牺牲的动物，然后为着人做一领衫，做衫互伊穿。所以上帝有疼人，有啊。这个人是背叛伊的人哦，但是上帝呢，牺牲别的动物来给伊做衫互伊穿。伊嘛知影伊比起来，讲你在哪里？迄是一个真。敢若一个老母定咧盼望伊的囡仔会当倒转来，你在哪里？电话中间你定咧恁哪位爸母靠你的即个手机头一回拢讲啥？你在哪里？因为他爱你啊，他想知道你在哪里啊。当父母的能够显示伊爱的下来，上帝嘛安尼甲伊讲，你在哪里？我靠，无顺嘛讲你在哪里？因为知影伊伫倒时，你会当较心安。上帝嘛是安尼啊，上帝知影讲因比起来，要互伊一个机会让回答你在哪里。然后伊讲我是他妈地安啦，上帝杀死动物，甲做皮衫互伊穿，而且甲伊讲安啦，用兽皮预表的救赎，甲伊砍甲伊罪让除掉所以显示上帝要整理救恩预备的救恩，要再次的恢复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里。所以咱看见关系已经设立好的时候，有一个规范伫咧，但是已经受到破坏。破坏会当搁倒转来，会啊，但是有啥物方法会当倒转来？一定要有真大的努力伫咧。
你想看，咱若伫好，咱会努力去啊，咱是去用记过啊，然后记过再去看你有悔改。啊，若有咱伫社会中间会掠去关，啊，有人是互你判去最社区的迄种劳役伫咧，看你的表现如何，你一定要付出某些东西，你才能得。但是人已经犯罪，要安怎得到？我们看到上帝用很奇妙的方法，当人犯罪了后时吼，咱甲人上帝甲人，咱甲人中间已经隔绝啊。头到讲，上帝讲，你若食这个善恶果的时候，你会死去。伊讲无啊，我食了哪会无死？其实是咧讲咱的灵命已经死掉，咱甲神中间啊已经隔阂啊。所以咱是伫罪恶中间已经死啊，但是上帝讲袂使，你是我疼的囝儿啊，所以我要互你活起来，互你灵命再活起来。要安怎互灵命活起来？要有人替我们要有人代价啊！哦，要安怎互你有人代替你造反嘛？神是公义的哈，他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哈。但是神又是慈爱的，他不愿意让人类呢陷入永远的死亡哦，加以隔绝。所以他想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只有神有办法哈。也有差遣伊的儿子哈，耶稣基督哈，为我们世人来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吗？那没有意义啊，因为这是一个人嘛。假定耶稣死了，没有复活，那他就是人。人来代替人，一个人只能代替一个人除非你的地位崇高，恐怕代替2个、3个、10个好了，一个国家好了，你不可能代替所有全世界的，除非这个是讲是神造反嘛。所以耶稣又复活了，这复活了的时阵呢，那让看见讲，伫接说咧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到第5节来讲哦，他让我们当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便叫我们与耶稣一起活起来。一方面，耶稣活起来代表他是神，代表他有能力能够救我们啊。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们死又复活的，代表2个意思啊。头一个就是除去了神跟人之间的这个敌对哦，互咱甲上帝甲好起来。第二啊，会除去咱人甲人中间的这种隔阂伫咧哦。你读到以弗所书第2章已经甲咱讲哦，耶稣成为那个桥梁，让我们重新再建立起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之后，人跟神已经讲合而为一，那让人也跟人咱定来讲这个十字架哈，耶稣被钉在上面，左右代表人跟人，人借着耶稣跟另外一个人和好，然后上面是神，下面是人，神跟人之间也借着耶稣和好了。十字架真的很有意义在，耶稣钉在中间。让左右的人跟人之间借着耶稣和好，让神跟人呢之间呢也是借着耶稣能够和好起来啊。所以当那个神呢，那个神已经和好行了，我们就像这以弗所书第2章第19节说，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咱来看人跟人的关系上海重要呢，最重要的是人跟上帝之间有没有建立一个根本之道，是在于建立正确跟和好的神与人的关系，神就可以这样帮助我们。然后一方面又拆毁人之间的城墙哦。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是好，人跟上帝关系若好是人跟人的关系就好。所以你若要建立人跟人中间的这个关系哦，你一定要倒转到人跟上帝。那人跟上帝的关系啊，上帝已经替咱做好了，因为耶稣钉十字架嘛，拆毁神跟人、人跟人的这样，所以伊是做咱的桥梁。伊个常常要甲伊讲，你伫倒位？你伫倒位？伊毋望你会当转到伊的即个内底。你毋知会感觉着讲，有影上帝甲人的关系是真正安尼嘛？我估计咧，你知影？在20年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神话世界 KTV 中间，我们有很多人没有在20岁哦，或是要30岁、30几岁的人恐怕比较怎样？在民国81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汤明雄。汤明雄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伊是纵火犯哦，就是定来去点火啊那种的啦哦。
伊伫民国78年的时阵，伊就已经捌为着安尼去纵火了，去用妨碍秩序罪，被判刑了6个月，还没有说1颗罚金那些缓刑，就被关了。关了时伊出来啊，以后是10月30号出来，经过3个礼拜，21号时阵啊，啉酒了，伊就摕打火机引爆一个瓦斯桶子，然后烧在台北市福顺街的一个神话世界 KTV， 把迄个 KTV 给烧，因为门口给伊烧，这人拢走袂出来。那个 KTV 那次总共死了16个人。这个事情你只要上网去查神话 KTV、神话世界 KTV， 马上就跑出来了，而且还不少。因为这个事情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育的部分。底耶稣在造成16个人死地，然后被判处了死刑，在民国86年的人被确定是死刑，7月21号就枪决了。事情不是这样，事情要讲头前，伊犯着你开始16个人要安怎？若是这10个人内底是你的亲人的时，你要安怎面对这个汤明雄？若有机会伊交伫你的手里，你要安怎？咱若看去电视中间是安怎？看着伊就拍啦、骂啦，什么啥，足个方法你要发泄你的心中的愤怒。但是这个中间，这16个中间有一个人，伊的姐姐是基督徒，伊的姐姐名叫做杜花明，就是原住民，伊是基督徒。结果伊知影这个汤明雄被判死刑之后，伊竟然去找伊。伊要安怎会当知影？因为这个汤明雄伫关伫监狱中间，他就很后悔，伊就写了16张批，写互这16人的家属，伫迄所在表示伊的道歉，表示伊的后悔。15个人都仍然家庭非常的生气，只有这个死掉的人叫做杜胜男，也接着一个杜花明。伊接着这批以后，伊就去看守所，去看这个汤明雄，甲讲安那，他愿意原谅他。那么你亲身想想看，你的弟弟被无缘无故去唱 KTV， 就被人家纵火把他烧得死掉。那现在你变来面对这个纵火这个人，16个内底15个拢选择这样，非常的愤怒，不原谅他，一定要判死刑。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他去看这个汤明雄，表示愿意这样原谅他，然后为他祷告，然后同时又把信仰告诉他，唔茫伊会当在迄个还未行求之前的时候呢，他能够成为基督徒。后来汤明雄真的是成为基督徒，这已经拍着这支电影叫做《回家》纪录片啊，理论上来讲是一个纪录片，而且已经在中华民国的法务部内底最为宣传的影片，这是一个事实的事情。这20年前的事情，其实像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那时候这种记忆都非常的深刻。开始思考，为什么一个人伊的弟弟去互人无缘无故用火给烧死了，伊要安怎面对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怎么办？你倒转去甲看呐，你甲上帝关系好。你若好的时阵，你就可以领受到主耶稣无缘无故被人家钉十字架，然后第一句话在十字架上第一句话说什么？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下面因在因受罪。耶稣也是一样啊，无缘无故给我们定你是你的定，但是他原谅了，他求父原谅了这些。所以你若有甲上帝关系，若有遮尔啊好心，你才有可能做到安尼。咱咧讲毋是理论的，从刚才拄仔一直讲啊，这拢理论，哇，咱拢非常的清楚。上帝叫咱毋通创啥，咱若照伊的做时，咱就是伊的百姓，伊的祝福伫咱身上，哇，这都非常清楚啊。但是真正碰到你面对其你安怎？
或者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陈进兴，中间有认识知道陈进兴的记者看这个名字，这都是有年纪的，其他没有记得大部分都是要年轻的。陈进兴呢，陈进兴他其实是一个差不多我们来看起来是一个是以现代眼光的是近代的大坏蛋。这个人怎样？这个人是奸杀了人之后，然后又开始逃窜，逃窜的时候又继续在欺负人，然后继续这样，要拿勇枪自重啊那样。他杀了谁？白冰冰的女儿，独女哎，白冰冰已经离婚了，刚才记得查某囝，叫做白小燕。后来怎样讲？白小燕被要死之前已经受了很多的凌辱，所以白冰非常的气日陈进兴，你懂了吗？因为他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已经离婚了，就是寡妇，好像寡妇死了儿子一样，没有盼望嘛。在他多有钱也没有用，因为以后没有人继承他，赶快。所以我想也非常的伤心。所以他中间有很多个这种公开场合，一东去讲起来，他对陈进兴非常的痛恨，恨不得他呢被碎尸，叫什么碎尸万段。那不过台湾的比赛没有办法解我心中的恨。但是后来陈进兴有没有信主？陈进兴也信主了。陈进兴信主还引来一些回响，说那陈进兴让上天堂，那我不上天堂了。也有这样子的讲话，那种大坏人怎么可以上天堂？但是你其实回来想，这就是神的恩典。神连这样的人他都能够接纳，那么他一定上天堂不再是坏人了嘛？他已经能够上天堂了嘛？这样表示他真心的悔改。也许他不认识这种福音，所以他不知道他做那些坏事情。后来他真的悔改了，然后接受主耶稣的，所以他是。但是呢，我要讲的是那个一样是同样碰到亲人死掉了，而且这个死是莫名其妙的，也没有做什么坏事，他就竟死去。一个是白小燕，一个是安那，一个杜胜兰。但是杜胜兰的这个姐姐呢，杜花明，她选择怎样原谅当事者，还带他信主，传福音给他，带他信主，让这个汤明雄呢很平安的这样被刑求、被枪毙死掉，但是他心非常的平安，因为他领受的这个救恩，然后同时去悔改，向那其他的事情人悔改。但是我们另外看这个白冰冰，现在心里讲，我不能去猜测他，但是很多次在他公开场合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非常的忧伤。他的在地面上的依靠已经没有，他连灵里面的依靠也没有，因为一无办法跟神，在我们所知道的神之间有一个很良好的关系。所以今天咱在讲人际关系，人际的关系来对应，第一个讲到就是这个关系。你要成为这个人际的这个高手来对应，第一个就要讲究关系。这关系不是讲我跟谁人努力，跟他打交到最后的，大摆见的是要去见的，拢早就单落去。我就什么拢买互伊，拢很多好处互伊安尼人际关系就好起来。敢袂啊安尼？袂啊！你若小可一个破坏人，听到一个声尔，马上怎样？这整个关系都破坏掉。除非中间要摆一个怎样？摆一个神，大家都是对神有好关系的话，你跟他才有好关系。因为只有神不会变啦，人拢会变啦。所以人啊上帝关系若好的时阵啊，你两个拢甲上帝关系好，你甲伊的关系就会好。所以人要讲的这人际高手来讨论讲的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重点就是在你甲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所以问题只要讲，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死，接受他进入你的生命中，接受耶稣做救主，使你死在罪恶过犯的这个灵可以活起来嘛，得以跟神跟人来建立亲密和谐的关系嘛，这才是重要。
咱要建立人甲人中间的关系，要当好安那，毋是想尽花招、想尽办法，要安怎互对方感觉伊受到尊重，要安怎感觉伊受到礼遇，要安怎感觉伊受到安尼，受到人服起来安尼，所以伊就对你较好安尼。无，这种关系根本不会长久。你看咱即摆做官也好，你若做一个大官，哇，大人拢甲你服服帖帖，甲你用想尽办法巴结你。等你无做迄个，你不在其位时安那，哇，这关系拢无去啊。这无久长的。只有你甲上帝关系若好的时阵，大家拢是看甲上帝关系，你才有办法会当甲人中间有一个真美好的关系。亚当跟夏娃。说不定以后，伊就开始当着无顺的时，开始就埋怨啊，拢嘛是你啦，早是你啦，莫安尼就好啊。咱嘛即马搁伫伊甸园内底，我相信是即种的。所以讲，迄汗流满面，无定逐工伫迄所在耕种真辛苦，倒转一个吐气。我以前若安尼，我嘛免这安尼拍拼，我就会当随时会当食伊甸园通通是给他们管理。但是伊甲上帝关系不好了是。咱看伊甲人的关系就伫遐无好起来，所以望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柔软的心吼，会当早日接受跟信靠耶稣吼，让我们成为主的门徒。因为上帝知影讲，咱靠咱家己无办法，所以上帝愿意帮助咱，免他帮助咱，伊找个信心来帮助你。我想迄个杜花明啊，伊毋是靠家己。伊无可能讲家己哇，我足愿意来原谅阮杀死阮弟弟的即个人，无，因为神这样帮助了他。我相信伊要去找即个汤米上人，绝对足侪祈祷的。伊免会当去面对杀死弟弟即个凶手，绝对足侪祈祷。主啊，我着爱安怎？我安怎来面对即个杀死我弟弟即个凶手？信心光照伊。互伊爱安怎？要有一个柔软的心去接受他，包容他。跟他主耶稣讲的，要爱你的敌人。你若甲上帝关系好，你就当行出来。所以我感觉杜花明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他的伊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上，真正改变他的生命，不是只有在嘴巴而已，他真正的行出来。但世界上，我们这样做基督徒。我们很少看到真的我们可以行这样，这小小的东西的信心都有了，但是要大的信心我们做得出来。所以咱这边要学这个人际关系的时，第一个你要成人际高手，你要成为关系的高手型。回到神的面前来，你要祷告跟神，我愿意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命。感谢神给我这个恩典。所以你跟神建立点关系的时候，你就祈求神帮助你跟人能够建立关系。我唔知你伫学校中间，你甲你的朋友的关系好，还是你伫教会，你伫你的学校中间是你家己一个人尔，独行侠，还是一个小集团，一班30个内底，你敢若跟2、3个好尔，啊其他拢无好。你可能看伊，可能是因为伊无好，所以因的行为无好，所以你无害处嘛有可能。但是上帝是爱咱呐，爱咱甲每一个人拢好，毋是因为伊好，咱才甲伊好。上帝今仔日要救咱，毋是讲哦，我已经足好啊，正某你很好，所以恩典给你。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愿意这么做。神还要我们学习他。所以，咱今仔讲的这个关系高手，你开始回想，你伫学校中间，你甲你同学的关系安怎？你甲你的兄弟姐妹关系安怎？你甲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安怎？你甲你阿公阿嬷的关系安怎？你甲你厝边的关系安怎？你若感觉无啥好势时，先倒转去跟神的关系建立，让神给你力量，你才能够走出来。就像杜花明愿意原谅杀他弟弟的凶手，愿神祝福在他的身上
咱每一个人甲上帝建立真亲密关系时，伊就会当互咱甲人有真亲密的关系，咱当心来记得。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拢是美好的。人甲人的关系，也是因为甲你的关系好，阮就有美好关系。但是阮看见人背逆主，人破坏了中间的即个规范，即个世界就不再阁美好，开始有罪，开始有即个怪彼此怪来怪去，彼此伫遐来自私的即个情形伫咧，阮看见是一个毋是真美好的即个世界。人甲人的关系已经破坏掉，人甲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人甲自然界嘛伫遐来破坏。但阮伫遮咧深深知影，即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甲上帝的关系已经破坏掉，所以才造成安尼。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因为你甲阮讲，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像做你的囝。阮以后要甲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诚做一个关系高手的时阵，阮头先转到伫主你的面前，以后甲主你来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然后阮才有可能甲人来建立一个和平亲密的关系。求主你帮助阮。上帝，你的话语不再是干一个学问啊，听，是真正要改变阮的生命。阮诚做一个新造的人，阮伫阮的生命中间，阮会当来见证，主你已经诚做阮的主人。阮甲你的关系好，阮就当甲人的关系好。求主你帮助，也来带领，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